最近天气较热，这操演的官兵真正辛苦，唔啦人挡袂牢，这个鸡母嘛挡袂牢。中华二林有鸡农呢，发现讲，这个鸡仔只因为天气伤热呢，喙拢开开，无爱食饲料，连带嘛影响到生卵，所以讲到鸡农想办法，要鸡场，就是鸡寮降温，这步果然有效。鸡条壁倒到水冷水脚顶，互鸡仔感觉真秋亲。大只鸡活跳跳，一直推饲料，这是中华二林的饲鸡条。因为天气伤过热，那人强要制裁袂掉，鸡母嘛热到强要死昏昏去，规气装水冷水的脚顶，互鸡仔吹冷气。咱照啊，这天气头是36度吼，所以鸡仔吼足惊热，因为鸡仔本身体温就38度半。天气伤热的鸡场哦，鸡仔开喙，哦，伊会开喙，嘴巴一直开嘴巴，很严重哦。鸡仔若伤热，喙就会开开散裂，胃口若歹，就无想要生卵。以一般传统鸡条来讲，平均温度超38度8，鸡到水冷式脚顶的鸡条，平均温度超29度4，前差超9度4，生卵的数量当然冇差。热的时吼，伊的产蛋力，咱这个有9成半吼，啊你若搬传统鸡场，差不多6成到7成尔。鸡卵吼会水卵会水啊，影响会很严重。饲鸡的人强调，若生卵有影响，孵出来鸡卵嘛因为受热，卵清就较袂遐高，口感冇差别。即摆天气热，鸡农为了顾好鸡母含卵的品质，嘛开始互鸡仔吹冷气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